防部今日公布，强军车9到11日即天，还有这福建以东17带的空袭保留区，也掌握到中军军舰在台海附近含西太平活动。新北的新庄有一对老翁婆，就可能是照顾这破病太太有压力，就甲伊太太呢对14楼悬车落去，翁婿也随起哄，惊慌自首。台北内湖有妈妈含查某囝囝底路，互诈骗集团骗超过1200万，而且逼出死者有去报案，警方阁甲死者扣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9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总统赖清德出访这南太平洋游访期间，都有风声讲这中共将有可能会搁再军演。国防部今日也公布，强军初9到11，要伫咧浙江福建以东17带空袭保留区，要掌握到这强军的军舰和海警船伫台海附近和西太平洋活动。再去也完成到这应变中心的开设，也启动这战备操演。另外，海巡伫今日也公布4架海警船伫台湾的西南海域，也那进前也伫咧绿岛附近出现，军方也含这海巡合作，要来应对中国行动。3架中国海警船车辆被发现伫流绿岛东北东方海域，海巡巡防舰一队去监控，各完成应变中心开设。车9阁有4架海警船驶入台湾西南海域，虽然无进入南境和水域，海巡保持警戒，全程监控。国防部车9中途发布新闻稿讲，强军车9甲11伫浙江甲福建以东一带空袭开设7个空袭保留区，加整合强军东部战区、北部战区、南部战区军舰面对甲海警船，伫台海甲西太平洋执行远海长航行动。国防部已经在上午完成应变中心开设，因应共军的相关行动，国防部同步启动备战操演，依据敌情威胁状况，在战术位置实施演练。几班战车出现伫桃机原部署台北关头前，国军启动战备操演高度戒备。强军公布的7个空袭保留区，无正做未来模式，是毋是会启动联合利剑及控制数次军演，也毋知影。毋过，甲5月联合利剑 A、10月联合利剑 B， 以东部战区为主的军演形态无同。专家分析，即摆机舰规模更较大，主要伫回应罗总统出访甲过境美国属地。毋过，肯定国军主动公布精干警力量，展现警察协助能力。当中国大陆的军机从福建一线的机场起航，其实我们也都掌握得到了。中国的演习不只是演给台湾看的，更多的是演给我们叫中国大陆内地的群众看。路透社报道，中方目前伫台湾周边海峡甲东海、南海部署差不多90架海军甲海警船，其中2/3是军舰，规模超过联合利剑 A、B。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7次阁强调，驻台自古防卫政策无变。It means drawing on every tool that we have, consistent with our long-standing policy, to provide Taiwan with the self-defense capability it needs. 咱向美国买 M1A2T 战车，地配38台，安装这个月到台湾，传出由军方委托的国安轮运送到台湾了后，会由南部港口进关。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名驻守伫台湾的外国记者，伊最近伫咧网络顶头写讲，有一只挂香港旗的民用货船中湖轮，这个月初2我伫咧台中港来落货，这只船呢捌参与着解放军特种部队演习，演练这船舱内面载6只的突击弹，引起着这朝野立委的关注。交通部长陈世凯就表示讲，这只船是依法挖港，咱的单位要上船检查，强调未来这一个礼拜内呢，会含这国安单位协商争取共享，也会讨论讲敢有修法应对的必要。中国国防媒体央视2日前报道，强军特种部队动用民船，将6只突击舰藏入船舱，到目的地了后，搁将突击舰对调到海面上，以道理作战。画面中的这只香港民用货船长湖轮，互我者驻台记者何贵心压了，这个月初2停靠伫台中港下会。它主要是以零件为主，航港局这边认为说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是保持着君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里面有藏了什么武器啊？那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安的一个漏洞。根据了解，长河轮主要载运零组件，12月初3暗，到台中港下会，有计初7离港，也毋过因为海上风险伤大，伫港外天口区拍定点2天，到初9早起才离开。因为这只船背景敏感，互入去即期，中国恐惊透过上层设备，所以台中港布局较动态。它上面一定有所谓的记录器吧、摄影机吧。
商船停靠在港口边，我就能够很明确的掌握你整个台中港的布局，你的闸门。你的船只、你的人员怎么走动？台中港务分公司表示，即接阵依法庭扩社会，这个期间无任何异状，海巡署安检人员也伫长河轮出入港的时上船检查，船顶有19名中国船员无异常状况。不过今年已经发生2件中国籍查甫人偷渡上岸事件，也有中国籍货轮月洲启航扩大亚流超过1个月，差一点造成生态危机，和外界烦恼。这敢是拢是中国的无法投降计划。在中共，他强调所谓的国防动员舰的这个扩大运用情况，我想台湾对于这些商规军用的船只就需要特别的留意了。那我们也会跟国安单位来洽询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商港法的部分有需要做修正，就做修正。交通部长陈世凯强调，未来1礼拜内会甲国安单位协商，望会当建立相关的政治讲话平台，来讨论敢有修法应用的必要。记者综合报道。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提出两岸地权互不隶属、主权同义不分的论述，这个风波继续伫咧讲。民进党的立委新北用着批评讲，这就是上界标准的一国两制。那国民党立委赖树保持认为，王金平的讲法和国民党是差不多，就要看重这王金平想要启动两岸交流的目的。那这立委会是表示讲，王金平的发言拢爱确保台湾的自由民主体制，看重国家的存在。两岸治权不相隶属，主权同而不分。王金平提出两岸新的论述，希望化解两岸的局势。外界解读有想要挑战两岸目前论述的意味。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区分主权、地权，较会去互忽略唔对去。内政部长刘世芳认为讲，王金平愿意出来对外宣导甲沟通，不过对相关的论述是表态尊重。那我想呢，他也是提出他很真诚的看法。那我们尊重王院长以及他所这个领导的这些都是台湾的重要领导人呢，他们对于两岸未来发展的声音。那你一个国家呢，那就是早期在讲的一中各表嘛。但现在中国都已经过来跟你讲中国台北了，就已经没有一中各表的空间了。那既然没有这样的空间的话，它不但不是新版的一国两制，它还是最烂的版本的那一种的一国两制。那前总统马英九捌主张互相无承认主权，互相无否认地权。那也立委赖树保认为讲，王金平的论述，甲国民党也有马英九的立场要共强调应该要甲重点放伫王金平想要启动两岸和平交流的目的。讲法跟这个马英九的讲法跟国民党一向的论述都很接近了。其实比较重要的应该是他希望能够启动两岸的和平交流。我认为他是好意要把这个僵局化解。到底我们台湾政府跟对岸政府是不是也赞成？这个当然我们不予置评。外头看拿到以外两岸的主张，郭文德提出应有新观点，主张两岸交流都要尊重过去已经签署的协议甲互动的历史，希望两岸一家亲。也若郭台铭捌讲到金门和平宣言，伫一中国表的基础，互中华民国的立场徛何在？也若新党是长期主张两岸和平统一，即嘛王金平两岸新的论述，敢会当真正化解两岸对起的关系，也需要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段照顾悲剧，这新北市新庄有一个73岁适龄的查甫人，因为伊爱照顾水脑症的看守，真有可能是袂堪的拖磨。今仔日早起呢，就甲伊的太太对14楼车落去，当场死亡。这适龄的翁婿也向警方自首，落尾警方也依照杀人罪嫌，甲伊移送法办。监视器翕到姓林的查甫人行入派出所自首，伊讲家己家68岁家后杀落楼，代志发生伫初9早起8点外，新北新庄这个主体大楼传出有落落楼的事件。警方到场时阵发现落落楼的姓区负责人明显死亡，自首的姓林查甫人询问了后，互警方依照杀人罪嫌上办。你们是有什么争执吗？是一直照顾他，压力太大了吗？73岁姓林的查甫人向警方表示，伊甲姓区的家后做伙大，毋过子女无做伙大。伊建律师退休了后，照顾治疗水脑症的家后1年外，毋过因为袂堪咧长期照顾的压力，亲手结束家后的性命。新北市社会局表示，这个案毋捌有家暴，也是脆弱家庭的通报，嘛无申请服务的记录。68岁民众其实他就已经有符合其中一个65岁以上的个案。那如果说他评估是失能的话，基本上他
其实我们是鼓励一般民众，他其实是可以打1966来申请我们相关的一个长照服务。卫福部表示，伊即马长照2.0的版本，这个案的年纪已经符合申请的规定，尾也阁有3.0的版本，会阁扩大到脑中风、癌症末期的服务对象，来因应老龄化社会。不过社会团体是讲，是务面阁有真侪因素爱克服。台湾的想法就是说，我家里面以前是一个还不错的状态下，那现在改变了。那第二个原因，他其实也不知道说怎么样去找到这些资源，那所以他们面临的除了是身体的那个负荷的一个压力之外，最重要的是那个心理的压力。居家服务的状况的确可能在目前看起来这个缺工的状态，可能也有影响到我们居家服务的这个状况。感林基金会表示，真侪老的照顾老的个案，大部分是因为资讯无对等，甲个人心态问题，也阁有机服员欠工严重，地属资源无法度介入。除了建议子女甲厝边啊加关心，民间资源的适当介入，甲服务转介，才当减少类似的悲剧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内湖有妈妈和查某囝行地路，说表出讲是和诈骗有牵连。这诈骗集团假做是梦前，把这死者骗超过1200万，佮甲因怪讲呢，这厝着爱摕去抵押借钱落尾，也是互骗了了。而且表出讲这死者有去报警察，警察佮甲这死者扣死。内湖分局今日证实讲，这当事人欠缺同理心，国机界记告处罚，检方也会介入调查，和这专案敢有关联。专心包爸爸，心情落寞，对亲人的死有关艰苦。伊母亲甲姐姐伫厝内烧炭自杀，检方查到上验了后，排除他杀的嫌疑。前几天他出来载他的女儿出去啊，打招呼点头一下，没有怎样，很可怜呢。母仔行就绝路，也出甲诈骗有关系。警方调查，55岁母亲在生进前哄骗假投资，找29岁查某囝同齐，搁较互为实洗脑，将家己的厝去贷款，贷170万，然后搁较损失超过1200万，甚至向辖区报案，也搁互警员用回来考试。12月6日电话通知被害人的过程当中，通话过程言辞欠当，缺乏同理心，和语留性远景。基于大过惩处，并调整服务单位。电话中甲死者到底讲啥物？警方无提供。内湖分局指证实派出所当人言辞不当，除了记告处罚，检方也要查甲专案敢有关联，敢是涉及刑责。那死者当初误信的，就是假冒名人诈骗。伫测试报案了后，警方交代只锁定车手的身份。几啊摆的发文澄清，都惊要将受骗，也毋过继续有诈骗集团冒用有100万订阅的你在 YouTube 查起兄弟，死者踏入诈骗圈套，业绩无下，房产也恐惊保袂掉。对于就是民众来说，这些网红其实也是他们平时能得知这些就是投资的知识的一些管道，所以他们就算是这些网红，他们粘着度也很高，他们可能就会相信他，所以这些头像被冒用的时候，他们也以为是这个网红开的课。诈骗的步数百种，若是典型的财经专家，就连理财盲情，拢正做不法集团诈骗的步数之一。警方提醒，为盲情敢是有哪高高，各甲被种互动数，拢是分辨真假依据。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某一间连锁以合美容诊所进行传出成功死案件，有一个40多岁女性为了要做美容刷来麻醉，伫咧半中途出问题，送病院急救，犹原救不回来。卫生局今仔去到诊所稽查，发现讲这做手术和做麻醉的拢是同一位医生，这部分敢有违法的，目前正在调查。看大电媒体伫等水价新闻稿发出来，因为初7暗时有一个49岁女性到台北市中山区某一个连锁医美诊所拍电波扭皮，无想到麻醉了后费用浓度无稳，送医抢救也是救无回来。家属也是比较感到那个万分的遗憾。司法目前在调查嘛，那就按司法调查。胸腔科医师授意防治药，电波扭皮用俗称牛奶碱的麻醉剂来进行麻醉，主要成分是丙泊酚，会让心跳血压降低，卖压制喘气。若做无及时监测性命情况，都可能发生危险的代志。那心脏抑制呢，就是心跳会变慢，然后血压会下降，
那呼吸的抑制呢，会让你甚至有时候会呼吸变慢，或者甚至到暂停呼吸啊。卫生局人员初到早起，过去这间诊所稽查。卫生局人员表示，这间诊所现场设施设备拢符合标准。迄天做手术甲麻醉拢是同一个姓外医师执行，是毋是违反相关的法规，也持续伫调查。对医美佫传出低俗死亡意外，卫福部长邱泰源表示，未来绝对会加强医美手术麻醉的品质。本案事件，医师若是因业务过失经法院判刑确定后，本局接获法院的判决通知书后，将依据《医师法》第25条规定，移付医师惩戒办理。比较大型的医美手术就是要有麻醉科的专科医师，我们都可以立即来跟他们麻醉科的专科医协会以及相关医协会坐下来讨论。台湾麻醉医学会呼吁麻醉无分大小，若是用药都有风险，应该爱护所有医美麻醉纳入正统的麻醉规范照顾范围。邱泰源是讲，会甲麻醉医学会来讨论安怎加强医美特定手术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党一台民用的轻航机，今早起11点外要起飞，无偌久就雄扣落来去弄到这飞行场的墙位啊！加在这教练和学员拢无生命危险。委员会下晡赶到现场，也要了解这事故原因。救助人员设法跳飞机卡协助伤者脱困。屏东高树的赛车街号飞行场，初到早起从现在1点发生轻航机迫降弄到的事故，机顶2人受困，警消赶紧来救援。起飞就无啦啦，拢该加啊！应正从伊吹一紧就起哩啊，伊愈吹愈加，蹦就落啊。由吕姓教练带飞庄姓女乘客，机上2人受伤重医，未造成第3人员伤亡。受困的一男一女是飞行经验56年的姓陆的教练，甲姓曾乘客脱困了后送去屏东基督教病院。姓陆教练正面甲正脚切伤，姓曾乘客有脑出血、脑震荡、头骨甲正脚大腿骨折，2人拢意识清楚，因为乘客是高雄人，了后转到高雄警总。现场救防射线枪火老虎弄到的患者有教练透露，事故轻航机技术是引擎故障。根据了解，这只轻航机机龄已经超过10年，是较旧的机种，魅力较细。按过飞行场负责人也透露，跑道上尾的所在因为地形因素常常乱流。阮的跑道飞起来了，差不多100米，有一个平常都会有一个乱流啦。不是故障的话了哈，应该是迄个乱流的影响啊。如果故障那就不一定了啊。运安会人员到现场详细勘验修正，为什么轻航机在起飞了后无偌久就落落去？恐惊等事故调查报告出来才能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大家的山区昨日暗时呢，有一台车落去山径，这消防队出动6台车，16个消防员用点外钟才把这驾驶救起来。加在这位驾驶又下安全带轻伤尔。搜救人员准备软桥，搁甲软桥的锁啊固定伫咧建筑物顶悬，因为爱伫真惊的山坪救人，难度是真悬。加在开点外钟，总算是用对挂的方式把人救起来。住伫咧嘉义大约50几岁姓黄的查甫人，车袂驶进口的轿车驶伫咧台南市道174线东6甲东加6产业道路顶悬，疑似路况无适，加上车路真矮，暗时视线歹，车辆竟然冲出边坡，落去50公尺15站楼的山坪。消防局接到通报，赶紧派6台车16个人前往救援。人的状况是还可以清楚对话，然后人是蛮清醒，所以我们为了确保他的安全，把他放在蓝单里面，然后再依为救助手跟随把他拉一起带上来。搜救人员接触驾驶的时，发现伊意识清楚，阁会当对话，敢若喙角刺伤。搜救人员讲伊的命真大，初步研判驾驶有下安全带，防止身体冲出车外，加做保命符。那有系安全带的情况下，受到撞击，大部分他可以安然无恙的机会会比较大。那相对就是受到车体保护的话，他不会在里面受到一些比较严重的撞击。事故地点伫咧叶片的6甲区王爷里东加6产业道路顶悬，路况无够3米，地形危险，四周围拢是沙坎，在地人暗时也真少去。详细的事故原因搁爱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捷运的喇叭底站，初七下晡有4个查甫人骑脚踏车对这出口的楼梯冲入去。高雄捷运公司表示讲，这款的行为已经违法，上济会当罚7,500，也这4个人身份等咧调查。少年仔骑脚踏车冲落楼梯，佮继续向通道骑去。画面会使看到边仔佮有旅客伫行路。4个男性初七下晡对高雄捷运喇叭底站4号出入口入站内，耍脚踏车跑酷，倒将影片传去了网络。民众看到一直害头，认为伤过危险，觉得很危险，而且如果撞到人家的话是不对的。假日有的时候很多人在这边练舞，对啊，或者是说像一些比较大的假日的时候。这边的流量都很多。喇叭底站平常时都真侪长辈来坐捷运，假日游客嘛袂少，阁有学生会伫通道练跳舞。高捷公司提醒，脚踏车入来捷运站爱用牵的，站内骑脚踏车的行为违反大众捷运法，已经通报捷运警察，要找出4个行为人来开罚。高捷公司目前也在积极的会寻求可能警方的协助，我们会把这一个当事者的身份资料给找出来，那并且依照大众捷运法予以告发。那这个可以依照大众捷运法会处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之罚款。捷运警察伫站内巡逻，捷运站内底互当作脚踏车跑酷的场所是头一摆，但真正嘛有少年家伫高捷顶悬，趁到站开门的时间耍接力。高捷表示，这寡行为可能影响旅客也是行车的安全，提醒民众唔通学，以免违法。记者陈焕武、面交管高雄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传出着这政权改变的叙利亚是少数由这什叶派掌权的阿拉伯国家。当其受到这伊朗和罗西亚的支持，这阿萨德政权崩盘了后，外界意见是拢无共款。亲像这和当其以来和这伊朗对起的逊尼派阿拉伯各国，除了表达这正面的看法，因也呼吁讲各界就要避免老血冲突。Бывший президент Сирии, уже бывший президент Сирии Башар Асад находится в Москве и получил в России убежище. Об этом сообщил ТАСС со ссылкой на источники в Кремле. 中东局势传出互全球意外变化，掌权超过50年的阿塞德家族，因为沙漠解放组织的攻击，政府军真紧就拍输，阿塞德交出政权，规家伙流亡海外。阿塞德政权属有伊斯兰什叶派分支阿拉维，长期伊朗的支持，嘛甲伊朗共同挺真主党，甲中东地区的逊尼派是死对头，嘛甲以色列对立，是欧美阵营甲逊尼派共同的敌人。所以虽然这届成功杀倒阿塞德政权的沙漠解放组织，先后伫2018至2020年，互西方阵营嚟做恐怖组织，不过后面甲英国也是强调，独裁者阿塞德倒台是叙利亚走向民主自由真好的机会。但是约旦、沙烏地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反应是相对保守，呼吁各方避免动乱甲流血冲突。同款属有逊尼派的阿富汗塔利班是明白拥护沙漠解放组织，希望因会当建立稳定的新政府。阿塞德政权长期甲罗西亚正好，伫2015年要求罗西亚军队进驻叙利亚，协助对抗反政府武装势力。当叙利亚变天消息传出，乌克兰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瓦克普廷的政权一定原来会互翻倍。甲叙利亚敌对的以色列嘛指出，阿塞德倒台是以军的功劳。This collapse is a direct result of our forceful action against Hezbollah and Iran, Assad's main supporters. 对这个情势发展，伊朗除了紧急撤出自叙利亚的外交人员，嘛认为阿塞德和平交出政权，才当避免流血冲突继续扩大。ارتش و مردم نتونن مقاومت بکنن بهتره خب شرایط رو رها بکنن که از ریختن خون جلوگیری بکنه و تخریب اماکن و مراکز مختلف جلوگیری بکنه و طبیعتاً 另外，美罗西亚提早一年家己派兵进驻叙利亚的美国，因为国防部对当地情势发展指出，会持续伫叙利亚东部驻军，防范类似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搁冲起来。当时美军原来伫阿塞德政权倒台了后无偌久，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南韩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案，这拜六因为这执政党的抵制，落尾是无来通过。愤怒的民众是唔愿意讲着安尼来结束。东港有60万人伫咧国会头前抗议，希望国会机关会再推动一届的弹劾。真侪民众拢表示讲，因为离开，会一直示威到尹锡悦落台为止。民众伫首尔国会大楼外对音乐致摇，这毋是歌星团体伫演唱，是民众示威要求国会弹劾尹锡悦落台。
韩国国会礼拜六表决总统尹锡悦弹劾案，到尾因为执政党国民力量集体离开议场无通过，迄间场外民众拢表示失望。 계엄령 선포를 해서 이렇게 저희 민주주의를 처참하게 망가뜨리는 윤석열이 너무 악덕스럽고 참을 수 없는 분노로 인해서 여기 나오게 되었는데요. 저희는 끝까지 윤석열이 탄핵되고 김건희 특검 그리고 국민의힘이 해체될 때까지 이 집회에 꼭 계속해서 나올 예정입니다. 议案表决即天，至少有15万的民众伫国会外示威。活动主办方甚至表示，参加者有100万以上。虽然到尾弹劾无通过，礼拜也是有真侪民众继续参加公开集会。现场有播放流行音乐，民众嘛对音乐敌人荧光棒。现场的气氛真激情，暗过无悲情。亲像代表南韩民众对目前的政治情势也无放弃希望。 拜早起，有报道啊，民众搁再出现公化门附近，大声喊出对尹锡悦的不满。 反对党共同民主党已经宣布10时会阁提出弹劾案，为着民主甲人民的胜利奋战到底。韩国的高位攻击者犯罪搜查处嘛已经下令对尹锡悦限制出境，以利后续进行调查。啊，不过尹锡悦是毋是会互人弹劾落台，爱看执政党国民力量是毋是转来到国会投票，也甲人民示威敢有法度对这议员造成真大压力，这拢是重要的关键。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 讲到这亚太地区上界大邮轮地中海鹰耀号，本地是昨呢要登来到基隆港，说因为这邮轮过洋，有1800外的台湾旅客搁伫咧日本的沖縄。交通部长陈世凯早起就表示，这2天会有飞行机载700外旅客登来，因为日本方面也同意用包机的方式来疏运旅客，拜四拢会当登来。不过有旅客为着要赶上班，家己先订机票飞登台湾咯。 拖大包小包行李总算倒来，原因是因为坐邮轮到日本Okinawa 5天4夜行程，7八应该倒来，煞因为邮轮各种停驶，有人为赶倒来上班，只好家己上网络买机票，坐飞机倒来台湾。是赶着回来上班，所以对啊，赶着回来上班。送修了啊，修不好要送修。要送修。亚太区上大邮轮地中海鹰耀号，这是为基隆港出发了后，7日暗时7点外，伫日本Okinawa古中，到即马已经超过3天，差不多1800外台湾旅客滞留伫当地。船顶游客表示，虽然台湾旅行社伫船顶有设柜台，不过到底有偌济人用摕到机票，拢个唔知影。大部分的人拢是感觉焦虑不安。他叫我们下来抽号码牌，然后领那个办理入境的手续，但是现在是蛮混乱的，大家抽完号码牌之后，等的时间非常的久。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航港局已经成立应变小组，民航局也已经协调5个航班放贷机型，协助旅客登台湾。不过，福利会批评交通部效率太过慢。今天跟明天总共会有5班的这个飞机，长荣跟华航会有5班的飞机，会用扩大机型的方式。那今天跟明天总共可以多载运748位民众可以回到台湾来。昨天就应该要回来，然后你现在到大后天了，才能够将所有的旅客都送回来。 这个效率我认为是有待提升。但世界强调，7到早起已经发文和日本沟通，要用包机的方式将台湾旅客载登台湾。日本也同意，所以船公司会负担吸收旅客登台湾的运费甲票价。按算10日拜四等将全部的台湾旅客载登台湾。记者综合报道。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亲身写的自传又顶下册2本，这下册总算是出来呀。距离这顶册已经是26年前，这前总统蔡英文致辞的时阵，搁再特别学了张忠谋对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有关度、有远见。没有做任何很坏的决定，即使是比较坏的决定，也没有做多少。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伊对家己真骄傲。
台积电其实经过几啊摆的经营轨迹，伊拢停过来。刘东模伫2018年退休了后，就开始写自传下册，用6年写20万字，为台积电创立个徛起到带领台湾徛就全球半导体头角的心路历程。前总统蔡英文也出席新册发表会，学到台积电会当正做复国新山，刘东模功劳真大。当时有很多的产业界跟政治人物主张要开放8寸晶圆厂到中国投资。我很感谢 Morris 在跟台积电的配合，所以在这个政策公布大约2年以后，在中国的台积电8寸厂才开始正式的生产。Morris 的远见跟宏观，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成为世界级的产业。另外，对过去竞争对手，包括美国晶片大厂英特尔，即马合理了钱，将执行长金星阁更加互提职，甲过去捌讲过下家对手神爽，即马拢互台积电秀伫后壁。总之是技术的问题了啊，并不是什么行政的策略的问题。韩国是现在好像是乱得很啊，玩这个绝对不会太帮助一个公司的。为产业竞争，广告公司经营，刘东模也表示，要邀请黄永坤加入台积电。想怎么 design， 认识他10几年了嘛，所以我对他的视野啦、品格啦什么我都很佩服啊。刘东模自传下册内容其实只写到2018年，也不过最近地缘政治纷扰，说是伫2019年了后，外界期待伊会当阁出第3册。也不过高龄93岁刘东模表示正式退休封笔，自传就这一本。记者综合报道。前两天天气较凉冷，不过气象署讲，对今开始这东北季风减弱，一直到拜3，各地头温度拢会较烧热。啊，若在拜3暗东北季风搁再变强啊，各地头的低温呢，可能剩14度，一天会偏一天搁较冷。拜6礼拜还搁一阵的冷气团，到时阵上低温可能只有12度尔。拜1对公车落来民众规身躯枯燥火，就惊落车去互风扇着。气象署表示，拜1透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全台湾的温度伫15度至17度，平均上低温出现伫苗栗大河11度点9。不过气象署嘛讲，拜1中昼过后，东北季风慢慢来减弱，气温会回温3天，全台湾高温有到28度。预计到了周2及周3都还持续的回升，周3其实各地的高温大致上会落在24到28度左右。也毋过，气象署嘛表示，到拜3暗时，东北季风会搁再增强，全台湾天气就会反冷，各地低温剩14度至15度，到时阵嘛有雨水。拜3到拜5水气增加，北部、东半部嘛会落阵雨。那到了周3晚上到周5呢，由于东北季风的增强，水汽会再稍微增加一些。主要就是在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周6、周日呢，冷空气会再更强一些，不过水汽上面是有逐渐在减少。另外，气象署嘛提醒民众，拜4开始会一天比一天搁较寒，拜6礼拜受到冷气团影响，会搁愈寒，全台温度上低温敢若剩12度。气象署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天气变化，避免感冒。记者阿选曾俊佑台北报道。进前有风台，搁再落大雨，影响到这菜色生产。就算讲即马已经是寒天啊，菜价同款是真悬。这北农顶礼拜1公斤是起超过60块。不过这农业部是表示讲，除了有请这农民团体继续把这冷冻的菜色提出来以外，因为预估讲这12中过后呢，产量会大大增加，价格也会愈来愈稳定。拜1传统市场休市，也不过由于有菜单来营业，业者推出4包菜色50块的促销，人气也真济。最近菜价亲像一直真悬，有消费者讲也是爱买，也有人认为继续也会当接受。今年是可能台湾的关系啦，会买不下手吗？还是要支持啊。所以你不会觉得特别贵这样？现在目前不会，我是觉得是还很合理。立冬菜价到底是贵到什么程度？根据全台上大果菜大卖市场，北农的数据显示，今年12月到初9为止，菜色平均价格每公斤55块，初3迄日更加是超过60块，高过去年的28块7，参前年的39块1。今年11月平均价格也比去年甲前年悬。西丽果菜市场的菜贩就讲根本翻倍，涨了1倍，好，所以后面大概会越来越便宜。
西丽国菜市场顶礼拜相关平均交易价也冲破每公斤55块，其中高丽菜起上明显，主要是自9月以来连续大水雨加上风台造成农民原地种菜。主要影响部山上也有了，还有那个就是南部影响比较严重，复耕要延后。农业部表示，继续释出冷冻的菜色，菜色产量也会渐渐的增加。12月中旬之后会进入盛产。所以各类的蔬菜都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一个采收跟供应。我们有辅导农民团体，适时来释出他们仓储的干奶。面对目前一粒还未到超过100个高丽菜，农粮署表示，继续甲大卖店参连锁超市合作，会有1572个据点供应消费者平价高丽菜。记者综合报道。当去关心移工的民间团体甲病院合作，推出外籍看护湿地照护教材。这个教材呢有中文、印尼文、菲律宾文、越南文这4种语言，通互这外籍看护用家己的语言来学习到这照护知识，希望会当提升这湿地照护的教育资源，互照护体系变更较全面。册内底用印尼文小解湿地症是啥物，佮整理要安怎甲湿地症患者互动的资讯。这是长期关心移工的民间团体140所推出的外籍看护湿地照护的教材。民间团体表示，平均每5个湿地症患者都有一个是由外籍看护照顾。外籍看护是台湾长照系统重要的人力之一，不过因煞常常面对着语言未通，伫照护沟通拄着问题嘛，唔知要安怎。这些痛点就是，哇，这可能师长的情绪起伏，不知道该怎么照顾，不确定症状为什么会这样，或者是那我要如何应对？那这些其实都是从移工非常非常需要的部分，也是现在台湾目前比较缺乏的。根据卫福部推估，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伫113年已经达到32万人，120年会达到47万人。未来失智照护的压力定定会愈来愈大。台北市联合病院失智症中心的主任表示，目前国内并无提供完整的教育资源，互移工去学习要安怎照顾失智症的老大人。这个教材会使帮助移工，互因熟悉失智症。第一个部分当然是他的这个基本的对失智症的认识，去了解失智症。那第二个部分可能我们就会谈到沟通技巧。第三个我们其实也关注这个移工的心理的这个稳定。那我觉得这3块其实都是有助于稳定我们照顾人力的这个心理的样态。主任表示，这寡教育资源会当提供外籍看护照护的资讯加心理上的支持。这个照护教材除了有中文、印尼文、越南文、菲律宾文4种版本，民间团体也甲病院合作翕双语的教学影片，这寡资源拢放伫线顶免费提供，希望会当互无共语言背景的照护者学习，提升失智症家庭的照护能力。记者中嘉嘅柯秉哲台北报道。台湾职业棒球队台港雄鹰伫咧中华举办公益棒球营，由6位的这个职业选手来做教练，指导县内国小的棒球选手。其中代表台湾参加世界12强的选手陈碧清，也是这教练之一。这课程的是会针对着这手臂投球、控球这专业技术来做训练，要传授这宝贵的比赛经验，或者学生囡仔。球会跑嘛，然后我们脚是要打开，让球进来。耐心指导学生，这是台湾职业棒球队伫中华举办的公益棒球营。由今年代表台湾参加世界12强的选手陈碧清，甲其他5位职业选手组成教练团，传授经验，予中华县6间国校啊少棒队的选手。我就怀疑学长教我动作。甲进卡，在这个选手来去教，因为较想要听，因为互相的关系，所以也较认真，然后伊个体验也较无共。有投手、打击、加内野、外野的训练课程，教练一个一个看教，接球的姿势动作、投球的美感，佮控球，拢有专业的选手指导，训练学生选手的基本功夫。接球的方面，若是讲重心爱较低，就是莫伤悬，无伊会造成讲球会流去，就是会搏斗安尼。一天的训练无一定会当互因做侪技术的进步，不过基本上我们是先分3组，打击、手臂甲迄种投手员的，咱一个阶段去做好，过来你有机会去挑战下一个阶段。
主办单位表示，过去因着常在地地方举办基础棒球的推广活动，除了勉励基层的球员，嘛希望带动棒球的运动风气，让台湾棒球会当一代接一代继续伫国际发光。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世界各国当咧发展这主权 AI， 高雄市政府也甲辉达合作，结合着航海等60外间这民间甲国营企业，透过台湾家己的语言文化，希望打造出台湾本土的生成式主权 AI， 确保未来这线顶资料库独立性。高雄市政府也讲，这高雄是全台湾头一个建立主权 AI 城市。请启动，台湾生成式主权 AI 倡议正式启动。人工智慧产业这几年真强，辉达才宣布要伫咧高雄亚湾区打造全台湾上界大的 AI 超级电脑中心。正高雄市政府佮提出台湾生成式主权 AI 的概念，因要甲辉达合作，结合台湾 AI 产业界技术，甲在地大学培养 AI 人才，强化台湾生成式 AI 资料的自主甲安全性。咱台湾有咱家己的语言，有咱家己的文化，所以这个模型要训练的时阵，要到发展到解决方案，一定要经过咱家己属于咱家己的文化语言甲资料，本身台湾拄到的问题要解决，安尼会较接近，较袂有偏差。但期卖强调，生成式 AI 需要大量的资料学习，才会当提供服务。不过，目前 AI 开发要是以英文为主，未来台湾除了爱家己开发 AI 的技术，佮爱会当使用国家语言训练模型，安尼才会确保生成的资料符合咱的需求。说 AI 事实上它是会推动整个数位转型的核心竞争。那这个灯塔计划里面，特别是刚刚谈到的 VLM。这个影像语言的主权模型那这个东西事实上是非常适合智慧城市的各种应用。副市长罗达生嘛说明讲，透过 AI 平台收集资料，累积属于高雄市的主权 AI 模型，会当运用伫咧交通、农业各种智慧城市的解决方案。未来若是串联22个县市的主权 AI， 会当互台湾 AI 基础建设更加紧，打造新的台湾 AI 产业。记者柯昭勇高雄报道。这几年 AI 科技用伫咱生活当中真侪所在，为了要提升这资讯边缘，或者听众朋友呢，会当伫咧上紧的时间内知影到重要资讯。台湾公共集团甲工研院合作，要推出 AI 手机气象主播，先对这气象新闻开始做，上紧在明年的下半年呢，就会伫咧台湾的公共集团下卡5的电视台推出这项 AI 手机主播的服务。气象署预报，受风台影响，高雄、屏东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主播用台湾手机比互听众朋友知影上新的天气预报。这是台湾公共集团甲工业技术研究院合作要推出的 AI 手机主播，望先对气象开始做，互听众朋友通伫上紧的时间内，对电视新闻知影天气变化、风台和地动上新的消息。农人协会表示，这些听众朋友拢真期待这项促进资讯平权的公共服务。在电视方面，如果突然发生重大事件，找不到一些协助，现在有了 AI 手语，可以马上在第一时间把这个资讯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可以了解，所以相较之下，我觉得真的是很大的进步。工研院运用公司的手机新闻做资料库来训练 AI 手机主播，只要把文字拍起你电脑，就通随翻译做手机出现影像。不过技术人员表示，这个过程真无简单，手势和关键脑小看检查手机的意思都完全无同。台湾直立一点，它其实表示人。那如果你在比台湾的话，应该要稍微再斜一点的。在辨识的地方，我们可以用前后文的关系去确定这个字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台湾公共集团董事长表示 ，AI 手机气象主播拍算上紧对明年下半年开始，总共5个电视台，包括公司、台基台、客家台、国民台和华视，通为听众朋友提供服务。如果顺利的话，应该在明年下半年就可以上电视频道。希望说像这样的一种公共服务的事项，能够透过像我们工研院的合作呢，继续从气象向外延伸。
台湾公共集团和工研院催到伫记者会顶头签署合作备忘录，希望 AI 科技的进步，通为听众朋友建立更较友善的媒体环境，嘛期待未来会当甲 AI 手机应用在协助防灾和救援。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云门舞集的经典作品《新团》是创办人林怀民细汉时啊，看到庄脚田里大人伫咧无用试迄个模样，伊所创作出来作品。这云门舞集今年受到新港文教基金会邀请，来教这新港安和国小过百国小囡仔来跳这支舞。经过3个月训练了后呢，这学校特别邀请家长来看，希望互因看到囡仔拍拼练习的成果。学生囡仔认真专心的跳舞，甲练习3个月的成果展现互时大人看。嘉义县新港安和国小甲华牌国小计共12位学生，为8月份开始练习云门舞集经典的这出新团。指导的舞蹈老师就讲，国小的囡仔会有这款的表现，已经真无简单。动作都很难，但是我们也就是有坚持的力量，可以让我们更好。更快学习到这种舞蹈，其实他们已经做到，已经超乎我们的预期。就是我们其实自己也被他们感动到，就是尤其看到这么小的小朋友也能够一直努力到现在，然后真的是像他们自己讲的永不放弃，他们真的做到了。安和国小表示，伊是偏乡的学校，学生真少有机会当接触舞蹈这种艺术文化。透过这个机会，囡仔唔但感受到较早农业社会的辛苦，嘛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培养因面对挑战的精神。就是他们在种稻的时候都要蹲下去，就是脚都会很酸。我们也感受到了那种酸痛的那种感觉。我们先教动作，然后在教动作的过程里面呢，去让他知道这个动作的背后它为什么会长成这样，所以他就会慢慢理解说，这个是在种稻，这个是在收草。这届活动，互因会使感受到一寡以前较无共款的物件，包括遐个动作，是安怎会有这个伫咧插这个丢的动作，是安有这个烧这个丢的这个动作，我感觉这种无简单。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参与课程的学生囡仔，上细汉的才国小2年啊，上大汉的是国中1年啊。云门舞集来教新港的囡仔，对新港嘛有文化平权的意义，嘛后艺文教育会当伫偏乡学校来定根。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文化部参教育部做伙来推展文化体验教育计划，今年是由台南生活美学馆整合7县市的学校，有14组的团体去到校园内面，教这个囡仔来认捌到在地文化，也提供一个舞台，予学生囡仔来展现到因的成果。学生扮做福禄寿3仙，戏成满固定角色，嘛到位念4句连庆贺。囡仔搬戏真有班，甲传统外台戏做老客的气氛展现出来，袂输是真正新明星。这回台南小型歌剧团去校园教囡仔歌戏的身段甲味觉，兼戏剧背后的意涵，互因徛起伫舞台顶呈现学习的成果。表演的时候会有很多台词不会，所以就是要慢慢去学习。表演完的时候，我感到很兴奋，因为我克服了这个困难。之前我对歌仔戏完全没有兴趣，但是上完课之后我就觉得很有趣。我也希望这个传统文化能够继续下去。展现对咱的心灵的敬仰，这个传统戏曲代代相传，没有小朋友知影这个歌戏的水。另外，剧团利用光影的戏红仔配合在地故事剧情，让学生学习操作戏红仔兼开喙讲台语。像安尼文化体验教育计划，107年文化部参教育部就开始咧推展。今年由台南生活美学馆整合中华以南7个县市学校合作，计共辅导14组艺术团，嚟去校园教囡仔练捌传统文化，嘛启发因艺术的创作力。我大部分所以尽量用台语来上课。我觉得在课程里面，孩子学会讲一部分台语关键字，我觉得很棒。这些的体验呢，都是在正规的教育课程，让孩子自然的来接触。成果发表会除了有动态演出，嘛有团体设金门安古粿甲平湖泥布的单位，互大家体验无共地头来遮分享在地文化。台南生活美学馆讲，未来会招更较侪老师，斗阵甲本土文化向下挺进。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
法国巴黎圣母院经过5年外的修复，伫初7举行重建开幕仪式，而且伫咧初8举行头一场公开弥撒，200多名神职人员含2500名教徒做伙来参加。前一天的开幕仪式有宗教仪式含音乐会表演，来自世界各地贵宾有2000多人，而且圣母院的外墙呢也用灯光投射感谢字句，赞扬去当时协助拍火还有重建的工作人员。在盛大的伴奏之下，巴黎圣母院登起了第一场公开弥撒会正式开始。神职人员斟全新的圣坛，象征圣母院挥别在下，用全新面貌浴火重生。Frères et sœurs, chers amis, quelle émotion pour le recteur que je suis de voir cette cathédrale pleine. 5 ans après sa destruction, la voilà à nouveau debout. La voilà à nouveau prête pour accueillir la prière des fidèles. 参加弥撒会面中，客满规个教堂，安静听总主教主导词，规仪式庄严肃穆。圣母院按算为7月开始，连续8天举行重新开幕活动，位于差不多拢被定了，显示民众对圣母院个开放充满期待。圣母院也要伫10日正式对外开放，游客用伫官方网站预订，免费入去参观。I'm excited to see how they rebuilt it, the stained glass windows, the restored ceilings and roofs, and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what it looks like now. 有850多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在2019年4月15因为不明大火严重受损。目前厝顶甲尖塔这的建筑拢受了。原本有固定期要开数10年，不过总统马克宏承诺5年来完工。火灾季节，就马上将附近的区域封起来。同样数千的工匠、艺品修复专家甲技术家用古法详细修复每一个受损的部位。干那厝顶就用1200张树木，修复期间佫拄着新冠疫情封锁，因为圣母院建筑甲文物拢有数百年的历史，修复过程除了建筑公司，也借机会探勘圣母院的地层结构甲历史建物。按算5年修复的钱，开超过大票287亿。目前大教堂部分沿着厝顶的基座等咧完工，伫火灾进前修复拆除的雕像，会伫2025年顶半年重新安装。其7个开幕仪式有2500个世界政要甲贵宾来参加。圣母院外口点灯秀出发文的感谢字样，向参加救援甲修建工作人员来致敬。公视新闻郑淑芬报道。全观众朋友来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6度到2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4度到2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6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5度。平金门马祖对15度到2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